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赐下这美好的早晨，让我们可以一起进入他的院中来敬拜他。让我们现在找3位弟兄姐妹，跟他说：我要全心归荣耀给我们的神。我要全心归荣耀给我们的神。可以，各位弟兄姐妹。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眼，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神有福气，全心感谢，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院，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捧礼欢呼，神有福气，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神有福气。让我将掌声归荣耀给我们的神，感谢神，真的是在你的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因你的缘故，我们得以在此与弟兄姐妹聚集。求你的圣灵在此降下，让我们彼此时时刻刻同心合一。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当我们合一，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
献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向这世界，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合一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不分彼此，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不分彼此，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让我们现在同声开口，一起来做个祷告。神啊，求你真的是让我们放下自己的心意，为你的国度献上自己。求你真的是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光，看见你国度的蓝图，看见你给我们的意象，是全地都认识你，是全地都看见你荣耀彰显。有敬拜的声音发出。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有敬拜的声音发出，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全
作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全地都要渴望，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圣灵引领，圣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感谢主，你的恩膏倾倒，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又是何等的有福，能够为主来献上摆上。你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就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同心合意的开口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这么冷的天气，我们一起来这里敬拜神。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节记载在新约圣经，有两处。第一处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在现代中文译本第267页。第二个章节是马太福音第5章10到12节，现代中文译本第7页。我们一起来攻读。爱能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能忍受一切。爱是永恒的。不好意思，第7节而已。第二段是马太福音第5章第10到12节。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迫害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侮辱你们、迫害你们、说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多么有福啊！要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将有丰盛的奖赏为你们保存着。从前的先知也同样受过人的迫害。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他话语并照样去做的人。今天在我们当中要传讲信息的是蔡正道牧师，他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爱的真谛》系列第21讲，爱是凡事忍耐。爱的真谛系列第21讲，爱是凡事忍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要继续分享《爱的真谛》系列当中的凡事忍耐。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主啊，我们深深知道你的话语带有力量，可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此刻我们用渴慕的心，要欢迎你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求主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把它实践出来，来荣耀你，来祝福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在开始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曾经分享过一个主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叫做爱是恒久忍耐。那爱是恒久忍耐是出于哥林多前书13章的第4节。那时候我们就说过，忍耐事实上有2种。爱是恒久忍耐所说的忍耐，这个希腊文叫做马可苏米亚，这个字台语圣经翻译作宽容，宽容。那这个字是指一个人经过很长的时间之后才发怒，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被人家强烈猛烈的攻击，被人家激怒，但是他心中依然有平静安稳的灵，这个人不轻易发怒。虽然他有能力反击，有能力报仇，但是他选择不攻击对方。简单的说，这个马可苏米亚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对人的忍耐，这是我们在爱是恒久忍耐那时候所学习的。那今天这个忍耐叫做 hupomone， 这个字是指对于环境、对外在的情势的忍耐。那台语圣经翻译作吞论，意思就是说要忍耐。虽然外在的情势不好，外在的环境对我们不利，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忍耐。保罗为什么会要求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要对当时的环境要忍耐呢？因为在当时教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不论是从内部，就是说从内部教会当中的一些纷争，还有从外在的一些逼迫。外在的环境真的很不好，所以保罗要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要忍耐到底。最主要的是，因为这样的忍耐是一个有盼望的忍耐，让他们可以经历过这个人生当中的患难，然后去迎接上帝给他们的奖赏。那谈到对于这个外在环境的忍耐，我们会联想到耶稣基督在山上宝训当中所说的一幅。我们知道山上宝训一开始在马太第5章记载着，我们一般来说是说8幅了，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算，会发现有9幅，但是真正研究起来就好像有7幅。不管是什么幅，它就是最后一幅。我们这个是和合本的圣经，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为义受逼迫，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而受到逼迫。那耶稣说这段话是对当时他的门徒说的，因为他要他的门徒清楚，跟随他之后，不是说一切都安稳自在，而是将来他们会为了爱上帝的缘故去传上帝国的信息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遇到很多的逼迫。那面对这些挑战需要忍耐，因为面对这些挑战会领受一些福分。那即使在现代，还是有很多人会因为爱上帝，会实践上帝的真理，而遭遇到许多的迫害。所以为了要把上帝交代我们的使命完成，我们在患难当中依然要忍耐，不要因为苦难而离弃了上帝的旨意，
相反的，要坚持忍耐到最后。有些人，牧师刚才说过了，会误以为信耶稣之后，一切都会平静安稳，就好像童话故事里面描述的一样，生活会无忧无虑，所有的痛苦试炼都会离开我们，一切都会风平浪静，称心如意。其实这是对信仰的误解，对平安认识不清。事实上，我们的信仰并不会保证我们不会遭遇到困苦，但是信仰会带来一种力量，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使我们能够超越它。所以信主的人，我们依然会面对许多的逼迫，受到试炼，甚至比一般没有信仰的人要遭遇更多。但是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依然要忍耐到底。为什么牧师会说我们会受到试炼，甚至比一般没有信仰的人遭遇更多呢？因为我们要明白有一种邪恶抵挡的力量，叫做撒旦，就是魔鬼。魔鬼他的原本的意思，撒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控诉者或是试探者。当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他就是做破坏的工作，他是破坏王，就专门在破坏。如果我们要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他就破坏你；如果我们想要为上帝，要服侍神，要服侍人，越是热切要去传福音的，往往会激起撒旦的仇恨而引来逼迫。如果我们因此而退缩了，我们就是让撒旦得逞。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今天我们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到逼迫。所以如果你偶尔受到攻击，除非是因为你白目了，那不是因为你违背神的意思，那你反省之后发现说没有，你就要喜乐，因为你就是对撒旦的国度有威胁性，所以他就攻击你。但是在进入这个今天的主题之前，牧师有2个事情要跟大家先做说明，以免大家有一些误解，有2点误会要跟大家澄清，让大家对这个信仰会更加的认识。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逼迫都来自于为义所受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时候面对困境，是因为我们自己做错事情。有些人不遵守神的教训，那所以他必须要受苦。那受苦就产生一种自怜，认为自己是为义而受逼迫。那这样如果没有反省，不知道这个原因的话，反而不能改正自己错误的行为，这样反倒不好。所以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先要反省自己，了解自己所遭遇的困境是来自于自己得罪神，或是真的是为义所逼迫。我们要做这样的反省，不是所有的逼迫都是来自于为义所迫的。所以我们要先想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不是真正在实行上帝的旨意？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持续的透过忍耐来超越过这种困境。有时候我们反省之后发现说我们原来是得罪神，我们就要改过，要去反省。这是第一点提醒。那第二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自招逼迫了。虽然主耶稣基督应许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不要说原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我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福气，我就自招逼迫。那这样也不好。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要特别谨慎自己的言行，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不要跟人家，尽可能不要跟人家产生冲突。就是说，你不要做人家人身攻击、指责、定罪，以免引起仇恨，加深偏见，甚至招来逼迫。譬如说，有些人特别是在与未信主的家人，在关系上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其实我们都很渴望说，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对不对？那往往我们如果没有智慧产生冲突，那就不好了。不要他们还在就是说服侍其他的神明的时候，他们在拜拜的时候，你就在旁边说风凉话，说你们拜这个假神啊，叫你不要拜，你还一直拜
这样当众刺激他反倒引起冲突，这样不好，这叫做自招逼迫。所以我们要怎样？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没有智慧，反而使自己的信仰遭受阻碍。我们要用更多的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做见证。好，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2点之后，接下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说，为义受逼迫的福分到底在哪里？为什么遇到一件困难，我们会领受福气呢？首先第一个我要分作3个层次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一个一个来领受。你也可以利用我们周报后面的大纲把它填写上去，这样我们会更清楚。首先牧师要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如果你收到一封信，这信一开始就写说某某人，你事情你代志大条，你遇到很糟糕的事情，你会遇到很大的灾难，但是你要大喜乐。如果你收到这样一封信，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寄信的人是不是有毛病呢？为什么我遇到很大的灾难，但是我却要大喜乐呢？但是我们如果看圣经的雅各书，雅各书的作者就是这样说。雅各书的作者一开始就说，弟兄姐妹们，你们遭遇各样的试炼，应该认为是可庆幸的事。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遇到试炼、遇到困难，都会认为说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嘛。这个是倒霉的事情。但是他说，你们遭遇各种试炼，应当认为是可庆幸的事。也就是说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试炼吧，会遇到一些攻击嘛。试炼可以成为击打我们生命、让我们失败的事情。的确，有些人就这样失败了。但是，试炼也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这跟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这个试炼、这个困难有很大的关系。对逼迫的忍耐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使我们自己的灵性得到长进。所以雅各书的作者继续这样说，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产生了忍耐。你们要忍耐到底，才能达到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缺欠。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如果你被他击打了，被他打败了，那这个试炼就是你的咒诅。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困难，遇到一个试炼，你把它当作生命当中一种考验，你产生了忍耐，而且忍耐到底，就会为你带来一种生命的果效，你的灵性会不断的增长。请大家要非常清楚上帝如果允许逼迫、磨难临到我们生命当中，是要操练我们的信心，要练进我们的品格，要增强我们的灵命，使我们能更蒙上帝所重用。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意念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有能力去面对生命当中的困境。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谈到了，他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座谈会，邀请一个非常有名的牧者来分享，题目是什么可以使信仰进步。结果他说这个牧师他讲到了重点只有2个字，什么可以使你的生命进步？就是困难。困难可以使信仰进步，可以使灵命增加。困难让我们明白自己的有限，让我们可以全心倚靠上帝。也就是说，生命当中的困难跟试炼，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事实上，我跟许多属灵的前辈分享过，这些人都一再的见证，在患难当中更能够经历上帝。特别是你遭遇到你能力所不能解决的事，让你全心只能仰赖上帝的时候，你这种感受会越来越深。你会深深的知道说，原来生命当中遇到这种试炼，其实是一种祝福其实是一种祝福。更何况我们在刚才所读的第2段经文当中，我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应许，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就为了实现上帝旨意的人有福气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也就是说，当我们靠着上帝去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不是逃避哦。有些人是属灵的妈宝，遇到困难就逃避，遇到困难就逃避，不要去面对它。反倒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全心投靠神，靠着上帝的帮助。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原来这是一种祝福啊。因为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最荣耀的时刻。所以困境可以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使我们的跟上帝更亲近，使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这是困难、试炼、忍耐带给我们的第一个益处。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困难就凡事忍耐会带来一种果效，就是对别人信心的激励有帮助。你们会觉得奇怪，你自己遭遇到困难，为什么会对别人有帮助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3到4节，他这样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是慈爱的天父，也是一切安慰的来源。在我们各种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遭受各样困难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忍受各种患难的时候，在忍受患难的时候，我们亲近神，我们得着神的安慰。有了这种经验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成为别人很大的帮助。就是说，人生当中跟我们遇到同样困境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他们的祝福，特别是在别人信心的激励上有极大的帮助。前几天牧师娘告诉我，他说他去医院刷健保卡的时候，发现说他这个健保卡原本有一个重大伤病的资格被取消了，重大伤病的资格被取消了。大概在座有一些人知道，我们牧师娘曾经生过乳癌，他在5年前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说自己得了乳癌。那原本他就医生诊断说可能是原位癌，原位癌就是最初期的癌，那只要经过手术可能就没有问题。所以接受第一次手术之后，才发现说不是这样，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所以医生建议我们再做第2次手术，把那个淋巴取下来，看有没有扩散到淋巴。就第2次手术之后发现是2期啦，2期的乳癌。接着医生就跟我说，依牧师娘的情况，他必须要再做化疗，必须要再做标靶治疗，必须要再做放疗，然后要再吃荷尔蒙的药，吃5年的时间。那事实上我们回顾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的惊恐害怕，对我们的家庭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我服侍的富强教会正好在建堂，教会有很多人需要我去牧养。那牧师娘生病，必须要照顾他，他也很忍耐的去面对这个困难。我们一直祷告说，是不是会有神迹奇事，突然间这个病痛就离开了。但事实上，神很奇妙的就是，我们还是必须要面对这许许多多的治疗。但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发现说，这过程是上帝对我们信心的一种磨练，事实上是为了提升我跟牧师娘以及全家的信心。牧师要告诉大家信心是什么？对我来说，信心是看见你最心爱的人受苦的时候，你完全无能为力，但是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定睛在上帝的恩典，完全依靠上帝，这是真正的信心。信心不是当你面对这个困难，我认为信心不是说你自己面对这个困难要去依靠神，我觉得是看见你最心爱的人受苦的时候，你无能为力，你需要完全依靠神。
我们都知道，有时候你看到你心爱的人在生病了，你都觉得说这个病痛如果在我们身上多好啊！我曾经就跟大家分享过嘛，我就跟牧师长说：“哎，我这何等渴望说你这个病是在我身上，因为我感觉比较强壮，我可以面对这个困难啊。”他就跟我说：“啊，38啊，这个男生要得这种病哦也很少哈。”但是你要知道那种状况，就是何等渴望说这个病在我们身上，但是神就让我们全家都经历这个。我发现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虽然是一件不好的事，但事实上我们看现在回头去看，其实它是一个祝福。我在那段时间当中，有时候我回家我就看到2个孩子跪在那边替他的母亲祷告，甚至到最后有一天啊，我的大女儿木星跟我说，跟我跟她妈妈说，因为她的平常哈，她头发留得很长哈，非常宝贝她的头发哈。她跟我说，哎，学校好像有一个活动，就是要把那个头发可以捐给那个癌症的病患，好，可以做假发。她说，妈，我这个头发哈，你带我去保养一下哈。那我希望把这个头发捐出去啊。所以后来她把她的头发捐出去。我们发现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孩子都成长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这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一个信心之旅，让我们更操练更纯粹的信心，让我们可以一生坚定的跟随神，并且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来祝福其他的人。那个时候啊，有很多同样是乳癌的患者，他们遇到这样的状况之下不能接受啊，不知道如何面对，很多人就把他介绍给牧师娘啊，因为牧师娘在面对这个过程当中非常喜乐，而且用积极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个人生当中这种挑战。后来经过牧师娘的分享，这些人都得到很大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生命当中有一个患难临到你身上，但是当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去超越这样的患难的时候，我们领受上帝的安慰去超越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也可以有能力去安慰其他的人。这是凡事忍耐的第2种益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凡事忍耐对于上帝国度的扩展有益处。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这样说哈，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保罗遭遇什么事？他被抓到监牢去关。他为什么会被抓到监牢去关？因为他传上帝的福音嘛，他坚持真理。他被困锁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及其余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说，被抓到监狱去关，那我可以传福音了。为什么？牧师曾经跟大家讲过，就是说当时那他们保罗在罗马被关的状况是，他必须要去租一间房间，然后把自己关在里面，然后罗马的政府会派士兵来看守他，他们会用一条锁链，一边锁着保罗，一边锁着这个士兵，然后这个士兵要照时间来轮换。那保罗把这个看作一种恩典，因为你去跟人家传福音，人家不想听就会跑走。现在被绑住了，看你怎么跑走。我就跟你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而且还不断的派人来，可以听我给他讲福音。他把这种捆锁当作一种恩典，让福音可以宣传出去，并且这样，当大家知道了之后，那些在主里的弟兄们姐妹们，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的传上帝的道，无所惧怕。这样的一种精神，影响了一些在很大的逼迫当中会胆战心惊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就越发放胆的去传讲上帝的道，无所惧怕。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想想看，当你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关，我们可以用喜乐盼望的心去面对这样的困境吗？一个信奉耶稣基督传扬上帝的道的人就有这样的能力。而且不单单是这样，我们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实例。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当逼迫来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时候，因为逼迫，所以他们必须要四散到世界各地去，福音也借着这样的逼迫，借着他们的分散，就传到世界各地去了。所以而且不单单使徒时代这样，历代也都是这样。罗马帝国曾经逼迫基督教200-300年，用尽各种方法残酷杀害成千上万的信徒。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忍耐坚持自己的信仰，度过这段黑暗的时期。教会越逼迫越兴旺，信徒越被杀害却越加增多。因为大家同样看到大家如何去靠着上帝的恩典去面对人生当中的困境。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几乎不会因为传福音而受到那么大的迫害，但是我们要检讨自己，我们是不是应该存着更大的耐心，为了传福音我们做一点点牺牲，透过我们的牺牲忍耐把福音传出去，我们就会眼见着上帝的国就扩展出去。待会我们要为上辉做差遣祝福的祷告。他在圣诞节这段期间他可能有做一点小小牺牲要离开他的家庭，要离开他的工作，去到缅甸去做短期的宣教。我们待会为他祝福，希望上帝透过他这种经验，把上帝国的领域做一点点的扩展。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反省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不是存着牺牲忍耐的心，让上帝的国度不断的扩展，来荣耀上帝，来祝福人。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切的明白你爱我们，在我们所有的困难试炼当中你掌权做主，并且让我们在忍受困境的过程当中得着帮助，我们可以看见新的意象、新的方向以及新的盼望。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你荣耀你的器皿，为扩展上帝的国度尽我们的能力。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语。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
心底下，你要做新的事在我。好，我们齐力来唱，全地都要渴望，全地都要渴望。闭上，我们同心来祷告。我们深信神今天透过他的话语再一次给我们祝福。神要我们每一个人仰望他所赐的盼望，让我们愿意即使面对困境也愿意忍耐到底，为了自己灵性的长进，为了别人的益处，也为了上帝国的扩展。我们即使面对困境，就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如果你有信心要成为神所使用的人，你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要祝福你。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亲自透过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挑旺我们的信心。求神保守眷顾我们，让我们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就得着神所赏赐的力量，去面对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不论顺境或逆境，我们愿意全心信靠神，来超越人生当中任何的一件事，透过我们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主，来祝福人。愿神成就这样的事，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坐。感谢神透过牧师的口再次替我们传讲信息。在奉献之前，我要先代表双联教会欢迎今天第一次来本会的来宾。如果您尚未填写留名卡，您座位前面都有留名卡，请您填写并直接交给收奉献的执事还有同工，请不要投入奉献袋。让牧师稍后有机会可以介绍您。现在让我们预备心来奉献。
位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一周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还有金钱，使我们不致缺乏。主，我们献上微薄的金钱，也将我们的时间与才能献上，求你使用我们，使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这样的祷告、感谢、摆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现在让我们一起关心教会的圣工。请翻开周报第4页。第一点，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为代降节第3主日，点燃第3根紫色蜡烛，代表喜乐。让我们再次因为经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降生，让我们从罪恶中得着赦免、释放与真自由，享受真正的喜乐。第二，肢体关怀。赖尚辉弟兄将于12月20到28号前往缅甸参与台湾基督精兵协会的圣诞医疗短宣队，在本礼场礼拜中，会为他差遣祝福祷告，愿上帝赐福以及他的家庭。本会卢功勋执事之母吕秀凤姐妹于12月1日安息主怀，定于12月30日礼拜六下午2点于宜兰罗东长老教会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有洪秀清传道、康维公长老娘之母于12月2日星期六安息主怀，已于12月12日星期二在高雄德生教会完成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三，补充报告，晚上7点半，一样在10楼礼拜堂有平安夜、圣诞夜的晚会。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可以邀请您的亲朋好友，还有慕道友，早上一起同心敬拜，晚上一起来聆听享受圣诞月、平安夜的真平安。我们从早到晚都可以浸泡在神的爱、神的祝福当中。以上的报告，接下来我们请蔡牧师欢迎来宾。好，大家平安。我们这时候先来做这个上辉要到缅甸去做短期宣教的一个差遣的祝福祷告。我们请上辉到前面来。牧师要邀请大家一起举起手来祝福他哈，举起手来祝福他。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我们生命当中的经历来荣耀你，来祝福人。我们奉耶稣基督名差遣上辉到缅甸去做短期医疗宣教，恳求主你与他同在，赐福保守眷顾他，坚固他的信心，让他凡事仰望神，得到帮助，也透过他生命的见证，他的服事来荣耀你，来祝福人。我们奉耶稣基督名差遣他，让他充满信心，充满恩典跟能力，在他服事的过程当中，神与他同在，赐福保守眷顾他，并且兼顾他手所做的工。也恳求主你与他的家庭同在，赐福带领保守眷顾，在这段期间当中，
求主赐给他的家庭平安，也让他的工作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请上辉向后转哈，请他的家人哈，爸爸妈妈、阿哥五宇恩还有4个小朋友都起立哈，我们给他们鼓掌祝福哈，愿上帝亲自保守眷顾哈。愿上帝使用他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时候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那我们在圣诞节有很多的活动特别是下个礼拜我们有要举行圣诞庆祝的感恩礼拜，还有圣礼典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要接受洗礼在第3堂的礼拜那牧师期待大家一起为这些弟兄姐妹，还有我们下个礼拜的礼拜来祷告，因为我们会有很多这些要受洗者的他的朋友都是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希望下个礼拜的就是庆祝礼拜成为一个布道会让这些人都能够得到感动那所以请大家在这个礼拜当中要持续的迫切的为这些事情祷告。那也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教会所推动的各项圣诞节的庆祝活动那透过这个圣诞的节期把福音宣扬出去。那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透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祝福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内心充满喜乐的可以学习感恩，那我们内心有忧愁有困难的，主你加添力量，让我们超越这些困境，用我们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你，来祝福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祝福的诗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这时候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